一大朝早10點零鐘就嚟到呢間大步冰室啦。哇！嗰條龍見唔係咁長，就搏一搏排啦喂。晏啲唔知會唔會好長龍啊？嗱，睇下。原本我只不過係想落嚟扮下嗰條龍有幾長，一企埋去排隊就發現後邊突然間好大堆人。原來我後邊就企住1蚊租呢一位有線電視嘅主持人啊！哇，仲有導演啊，好多工作人員添。佢話一大朝早佢喺西營盤就過嚟排隊啦，仲帶咗張摺凳添。我見裏邊密密麻麻坐滿晒人啦。呢間被譽為全亞洲最優秀嘅肉餅飯，哇，梗係嚟見識下啦，反正唔使排咁耐啊嘛。被譽為味蕾炸彈嘅肉餅，究竟有幾好食呢？喂，因為社交平台 Thread 爆紅嘅呢一間大步冰室，憑住即叫即煎嘅肉餅飯，哇，食評如潮啊！喺網上不停瘋傳啊，令到大批嘅市民跨區都要嚟排長龍幫襯噃。而冰室嘅太子女喺佢哋嘅專頁，亦都發文表示，連日招待突如其來大批嘅食客，會考慮聘請人手啊，加開晚市啊。同時亦都會話喺下個星期一，即係15號呢，就休息一日，要慰勞一下啲員工，食翻餐好喎。其實今次事源話5月、6月有人留言指出，元朗大步冰室全亞洲最優秀嘅肉餅，哇，大件夾抵食，鄰近西鐵站、巴士總站，交通方便。其後就有人開始討論啦，直至到12月8號，大步冰室就被大批嘅網民搜索，近日仲造成爆紅嘅現象。今日仲見到有線嘅1蚊租，即刻快人一步搶姜報道。原來呢一間大步冰室營業嘅時間係朝頭早6點做到夜晚6點啊，不過5點鐘就截單噶啦。所以好多網民就反映，放工之後都食唔到肉餅飯啦。老細個女就喺專頁嗰度自封係肉餅陳法拉啊，佢感謝市民嘅支持，仲話一眾員工受寵若驚啊。不過真係人流太多太繁忙啦。而我哋每一塊肉餅都係即叫即煎，所以等候嘅時間就會較耐啦。佢仲話我哋會盡能力煎好每一塊肉餅，希望大家體諒體諒啊。而家就諗緊請人喺夜晚做埋晚市添。廚房煎肉餅嘅哥哥同埋叔叔真係煎到唔停得手啊！仲有，哇！你睇下個肉餅幾靚，哇！生咁大塊啊，個湯好大碗啊！我係請咗對面個哥哥幫我飲一半，我先勉強飲得晒咋。值得一提啊，佢哋嘅奶茶好飲到癲啊！估唔到啊，好耐冇飲過咁好味嘅奶茶啦。大家以為叫外賣會唔會快啲呢？我真係親耳聽到佢哋要叫外賣嘅話，請排隊啊，一樣咁樣排法啊！哇！番茄湯特濃，仲有好大嚿薯仔啊，番茄啊。嗱，睇下嗰啲飯絕對唔係預製飯，我見到佢兩個牛咁大嘅飯煲，阿姐真係不飯不到手軟啊！哎呀，外賣又係佢不，堂食又係佢不，哇，不啊不啊不啊！對於突如其來嘅客人，前幾日好似話連飯都賣晒唔夠買啊，點算啊？老細就叫啲客人去對面買盒飯過嚟啦，一定係正啦，買到賣晒啊！唔知其他朋友會唔會好似我咁呢？開頭都諗係咪玩啊，講下笑嘅啫，點會咁癲啊？於是乎，大家都係喺好奇心嘅驅使底下，睇下服唔服先。結果俾我睇到，哇！呢啲新鮮嘅肉餅，睇下一個個波波咁樣生嘅，攞入去就煎啦，哇！新鮮滾熱辣。我懷疑呢，嗰啲免治肉係手搓㗎，如果唔係唔會咁好食㗎，仲搓到一個個波波新鮮攞入去，兩碟攞入去，即叫即煎，一定正。我就特別欣賞佢哋嘅白飯啊，真係煮得好好，好軟熟，然後呢有飯香。至於肉餅呢，都有屋企嘅風味啊，因為落咗魷魚啊、馬蹄啊，所以真係香。不過份量呢，對女仔嚟講可能大份咗少少啊，除非你好肚餓啦。因為啲飯煮得好好，無論如何都會食晒啲白飯先啊，收尾都係食唔晒啲肉餅呢，剩翻一大塊，問阿姐攞個膠袋袋翻走。隨住我入咗去食飯之後，發現出邊嘅人龍仲長。嗱，咩年齡嘅階層都有㗎，山哥又有，靚女又有，54蚊一碟飯，仲送埋嘢飲。
如果想飲番茄湯嘅話呢，因為佢哋其實本身係最出名係番茄湯嘅，要番茄湯加25蚊一大兜啊，兩個人先勉強飲得晒啊，因為太大啦。家族經營，出品有保證，一朝早嚟排20分鐘入到場食，我覺得係值得嘅。